Hello， 大家好，歡迎收聽今日嘅 podcast， 我係 Cathy。今日好開心可以請到 Dr. Charles 同我哋一齊傾下一個好多人都會遇到嘅問題，就係精神內耗。Dr. Charles， 其實我發現身邊好多朋友，甚至係我自己，有時明明冇做過啲乜體力勞動，但全日落嚟都會覺得好多好心攰，好似個腦入面有一場無止境嘅拔河咁。想問下你會點睇呢種狀態呢？Cathy 你好。其實咧，你頭先描述嗰種心累，正正就係典型嘅精神內耗 （mental internal friction）。喺心理學或者輔導入面呢，我哋成常用一個比喻，就好似一部電腦。雖然你表面上冇開任何軟件喺度做嘢，但後台其實行緊幾百個程序，係咁 consume 你嘅內存，最後搞到過熱當機。係啊，明報之前呢有一篇關於香港人心理健康指數嘅報導呢，都提過有超過60%嘅受訪者表示長期處於高壓同埋情緒疲勞狀態。其實好多時呢啲壓力唔係來自外在嘅工作量，而係來自內心嘅自我批鬥。好易我哋成日會諗，如果頭先我咁講會唔會好啲？萬一件事失敗咗點算？呢啲 overthinking 其實係極之消耗能量嘅。我哋 ENFJ 嘅人好中意帶動 positive energy， 但我都要承認，如果我哋過分在意人哋點睇，或者過分追求 perfection， 我哋一樣會陷入呢種內耗。對抗內耗嘅第一步呢，其實係要學識去 identify 呢啲無謂嘅雜音，話俾自己聽，夠啦，而家呢個 moment 呢，我已經做得好好啦。真係啊，聽完你講，我覺得好有共鳴。原來嗰種係嚟自後台程序。我作為 INFP， 有時真係會喺個腦入邊小劇場爆發，不斷去 replay 啲細節，或者擔心一啲仲未發生嘅事。Dr. Charles， 你有冇啲具體嘅方法可以幫我哋關咗呢啲後台程序？當然有。其實 BBC 曾經有一篇關於分析癱瘓 analysis paralysis 嘅心理分析報導，講到當一個人諗得太多，大腦嘅前額葉皮質就會負荷過重，導致你反而做唔到決定。要解決呢樣嘢，我會建議大家試下 action first mindset。好多人覺得要先有 mood， 先有能量先至去做嘢，但其實真相係行動先至係產生能量嘅來源。當你陷入內耗嗰陣，不如試下 set 一個5分鐘計時器，唔好理結果，只係做一件最微細嘅 task。係啊，哪怕只係洗個碗或者覆一個 email， 只要你喐，你嘅注意力就會由內在嘅焦慮轉移到外在嘅現實。另外，我哋要練習一種叫自我慈悲 self-compassion 嘅態度。當你發現自己又喺度自責，試下想像你係同一個好朋友講緊嘢，你會唔會咁樣鬧你嘅朋友？肯定唔會啦，你會溫柔地鼓勵佢。所以點解我哋唔可以對自己溫柔啲呢？溫暖啟發性嘅自我對話係對抗內耗最強大嘅盾牌。其實每一日我哋都有好多機會去練習同自己和解，唔好等到 burn out 啦先至去補救。行動先至係產生能量嘅來源，呢句說話真係好 inspiring。係啊，我哋成日等自己 ready， 但其實可能永遠都唔會有一刻係完美嘅 ready。但我又想問呢 Dr. Charles， 有時我哋會因為外界嘅 expectation 而產生內耗，例如社交媒體睇到人哋生活好似好精彩，自己就覺得好失敗。呢種比較產生嘅內耗，我哋又可以點樣處理呢？呢個問題問得非常好，係而家呢個 digital age， 社交媒體真係精神內耗嘅溫床。我哋成日攞人哋嘅精選片段 highlight reel 去同自己嘅幕後花絮 behind the scenes 比較，咁樣對自己真係好唔公平。係啊，我哋要建立一條心理邊界 psychological boundary。 你要明白每個人嘅 time zone 都唔同。如果你發現睇完某啲 social media post 會令你覺得好 down， 咁其實係一種 signal 提醒你要 digital detox 啦。我建議大家每日可以留翻30分鐘嘅 blank space， 完全唔用電話，只係感受自己嘅存在。真係呢種 quiet time 對於平復內心嘅躁動好有幫助。Dr. Charles 想提醒大家，你嘅價值唔係由 like 嘅數量或者你嘅成就去決定，而係由你點樣對待你自己去定義。我哋要學識將注意力收翻嚟，擺喺自己可以控制嘅事上面。正如我哋 ENFJ 相信每個人都有獨特嘅光芒。當你唔再去同人比較，你自然會發現自己嘅閃光點，內耗就會慢慢減少。將注意力收翻嚟，呢點真係好重要。我覺得聽完你分享，好似有一股暖流咁，令我覺得其實我哋都有能力去保護自己嘅內心。
Dr. Charles， 你覺得喺日常生活入面，仲有冇啲小習慣可以幫我哋去maintain呢種心理健康嘅狀態？係啊，習慣係好有力量㗎。我會推介大家做感恩日記 Gratitude Journal， 但唔使寫得好長，每日寫3樣感恩嘅小事就夠。例如今日飲到一杯好好飲嘅咖啡，有個同事幫我開咗門。呢啲小事會 train 我哋嘅大腦去 focus 喺 positive 嘅嘢上面，而唔係自動導航去揾問題。另一樣嘢就係正念呼吸 mindful breathing。當你覺得個腦開始亂，試下停一停，做3次深呼吸，你會感覺到你嘅身體同心靈重新 connect 翻。Cathy， 其實好多時精神內耗係因為我哋活咗喺過去或者未來，唯有當下係你可以掌控嘅。我希望每一位聽眾都能夠記住，你唔需要成為一個完美嘅人，你只需要成為一個真實而且愛自己嘅人。當你內心變得溫暖，外在嘅世界都會跟住改變。呢種係一種由內而外嘅轉化，雖然需要時間，但絕對值得。真係好感激 Dr. Charles 今日咁溫暖嘅分享。聽完之後，我覺得呼吸都好似順暢咗啲。最後唔知 Dr. Charles 可唔可以留低2-3個反思問題俾我哋嘅聽眾，等大家喺聽完呢集之後可以同自己做個 deep talk。好啊，我想請大家思考下。第一，如果你嘅腦入邊有一把批評你嘅聲，佢最常講嘅係邊一句，而你可以用邊一句溫柔嘅話去回應佢。第二，喺你嘅日常生活入面有邊啲事係你一直諗緊但未做嘅？如果聽日就開始做5分鐘，會唔會令你輕鬆啲？第三，你有幾耐冇認真咁讚過自己啦？試下諗一件你今日做得好嘅事。希望呢3個問題可以幫到大家。記得你值得擁有平靜同快樂，加油！多謝 Dr. Charles， 希望大家聽完今日嘅分享都可以揾到內心嘅安寧，同自己握手言和。如果大家中意呢集內容，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並 share 俾身邊有需要嘅朋友。下集查找智慧，再見，拜拜。